干嘛呢？问你话呢，说话呀！记住啊，妖怪啊，好大一只啊！能有多大？叫你们平常注意打扫卫生，现在养出来的蜘蛛比我都大。 救命！我一点都不好吃，你可不可以放我啊？我的肉特别的难吃。来人了！帮主，我来救你了，帮主！救命啊！帮主，我来救你！ 帮主，你没事吧？帮主，我救到帮主了！帮主，你安全了，帮主。你没事吧？帮主。二当家，我跑错了！二当家被我蜘蛛击跑了，还不快去你！ 烧到脑袋！看着屁股！这小的。怕了吗？别跑！啊！别听话，听我说，蜘蛛最怕火了，我烧死它！ 我是帮你，把你烧了干什么？别来了，别来了！啊，是帮主的声音！快躺下，我来救你！ 谁烧我？不是我，
想杀了我，然后当老大是不是？帮主，你气象拳好嘞！我的气象拳真的好了呀！是啊，帮主，这叫以毒攻毒。我也是为了你早日康复啊。算你嘴甜。不用谢我。春30娘呢？帮主，那个春30娘原来是个蜘蛛精哎，刚才那个大蜘蛛就是她变的。是吗？那大蜘蛛啊？这玩笑太好笑了！我告诉你，现在立刻马上，给我去！这么狠？行啊，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在骗我。行，谁如果能去给我把春30娘杀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五岳山斧头帮2当家的位置就给谁坐。行，我自己去。反正我现在气伤拳也好了，天下无敌。帮主那边，我知道。哎，二当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嗯，我会出这么多血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难道已经死了？死了？春30娘死了？当然是帮主死了啊！这儿虽然算不上什么山清水秀，但也别有一番风味。2位姑娘如果住在这儿的话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爱上这里的。那在下先告辞了，晚安。是不是妖精啊？妖啊，非常的妖，弄得我的心蹦蹦蹦的直跳。帮主请留步。有什么事儿吗，晶晶姑娘？师姐说呢，帮主是大仁大义，侠中之侠，能交到像帮主这样的朋友，可真的是我们的荣幸。今天白天的事情，也请各位兄弟们都不要太介意啊。怎么会介意呢，晶晶姑娘？有你跟春30娘这样的美女住在我们这儿，那当然是我们的荣幸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就好。这位姑娘是我的菜呀。帮主，你肯定是被她们的美色所一时迷惑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是真爱。就算再过500年，我相信我也一定会喜欢她的。这又是何苦呢？大家都是朋友，你们这样让我感觉你们一直在监视我一样，我很不舒服。何止是监视你呀，我是监视你们所有人。哎，为什么我们要被监视啊？不知道，
我只是觉得这样的很挫。就是，我一堂堂的帮主，威严何在？我觉得吧，还是先把我放了吧。你们这群草莽野夫，看到女人都走不动路。不过呢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美若天仙的妹妹来了。为了她的安全，我得把你们全部监视起来，不然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妹妹呢？其实吧，我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倒不如让我亲自。就不劳烦姐姐费心了。我们来到斧头帮就是客人，已经很麻烦各位兄弟们了。既然我们要在这里久留，兄弟们还是自在些比较好。以后就劳烦各位照顾了。晶晶姑娘说的太有道理了。晶晶姑娘说怎么做，那咱们就做。谢谢帮主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太好看了，但是我没想到晶晶姑娘的口味这么重，看来凡人是无法入你的眼的。我也没想到斧头帮跟我挺有缘分的嘛。在下就是斧头帮的精髓啊！我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多久。看什么看？是我瞎你啊！哎，老张家，她们俩是姐妹，怎么觉得她们在较劲呢？这还用说？这两个女人分明就是貌合神离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像她一样中了迷魂剂。晶晶姑娘，我来也。笑得如此好看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我呀！只可惜晶晶姑娘只关心着五岳山的那些游客们。瞧你说的。不过今天都有什么人上山呀？有没有遇到脚底板有3颗痣的人？那倒没有，但是呢，我找到了很多晶晶姑娘喜欢的骨头。骨头？哎呀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骨头超级可爱啊？特别的可爱。我看到晶晶姑娘这么的喜欢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但是你也不要太辛苦了，你给我的已经够多了。如果你要再能给我找到脚底板有3颗痣的人，我就会更喜欢你了。那没问题。但是如果晶晶姑娘你……就这个了，我收下了。明天还是在这里，我等你哦。连你敷衍我的样子，都是如此的可爱啊！